个月坐类包机为中国乌北返来的153个台湾人，隔离14天，再去解禁了。大家欢喜个感恩，有人话讲台湾上安全，嘛未少的民众录影片，感谢甲因照顾的医护人员。 总算解禁，会使离开检疫所，大家徛伫个房间门口，赶紧要离开，因为已经隔离14天啊，即摆会使踏出房间口，真欢喜。有人离开前特别录这个房间内面的摆设，收拾甲真清气，这就是因住14天的所在。等下就要见到爸爸跟姐姐了，也开心吗？开心哈。 一个月啊，总算会使团圆啊！3月底返来台湾的153个人，3遍的采检拢是阴性，确定无去围着。大家透早就陆续赶这行李离开，赶紧要转去。我当然啊，我去材料签的1月16号去的。虽然太太因为无台湾的身份证，要伫乌北，不过伊本身爱赶紧带囡仔返来台湾读书。台湾最安全。 进前伫乌北，干来使伫个室内袂使出门，即马返来台湾14天的隔离期结束啊！真侪囡仔有画图，拢心存感谢。谢谢你啦！武汉伫4月7日嘛解除封城，4月20甲21的暗时，阁有一班的华航班机会阁载台湾人返来国内。